头，这条街上的药房都查过了，没有咱们要找的人。去那头。是，我们这边也没什么收获。跟我走。是。掌柜的，怎么了，各位军爷？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这儿可有一个叫李建清的年轻的郎中？有，不过正在给病人看病呢。军爷，你就是李建清？正是。好了，怎么，军爷想要看病吗？蜀中人士。是。军爷这是干什么？太好了，李先生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跟我走一趟吧。中堂大人，易欢这丫头啊，果然是冰雪聪明。不管是给她安排的身世，还是要她熟悉的材料，那都背的是滚瓜烂熟啊。还有那些重要的私密记忆，我昨夜都已传授给她了。好，果然是个好苗子。易欢啊，再有3日你就该入宫了，你可要好好的准备。你入了宫以后，老夫就不能安排人照顾你了，以免他人怀疑你是老夫安排的人。至于你是否能避开后宫那些复杂的算计，能否引起皇上的注意，邀得圣宠，这一切就得全靠你自己了。义父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的。好，今天义父还要送你一件礼物，相信你一定会开心的。什么礼物啊？你看看谁来了？大哥，你是小妹。大哥，大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以后我一定听你的话。小妹，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些年哥哥一直在找你，找不到你，我心里多着急啊。知道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那样了。小妹，大哥，没事就好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快来快来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是义父，快给义父跪下。草民李建清，拜见中堂大人。一谢大人救了欢妹，二谢大人让我们兄妹团聚。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谢大人。坐。义父让你坐呢。